香港被譽為美麗嘅東方明珠，中山同香港一衣帶水，亦係一座美麗嘅花園城市。呢度被稱為休閒服飾之都、燈飾之都、紅木家私之都、菊花嘅故鄉。傳統嶺南文化、現代都市風采喺呢一度兼容並蓄。無論係休閒旅遊、暢遊山水，定係創業立業、實現夢想，呢度都係一個好地方。2015年暑期，由香港民政事務局同廣東省港澳事務辦公室主辦，香港青年團體承辦嘅粵港暑期實習計劃，吸引咗近100位香港嘅大學生參與為期1個月嘅暑期實習。呢一次係一次交流之旅，亦係一次成長之旅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舒服嘅，單車就好方便啦，可以去到好多地方，係一個好有愛嘅城市。一翻去我就影咗一張相啦，跟住佢同我講話，呢個就係我細個影相嘅地方，同我睇嘅地方完全係唔一樣。呢度係人生能量嘅加油站。佢哋都好接受我哋一啲新嘅idea 啦。而家工作效率咁高嘅，咁所以我哋用咗2-3日到去調整啦，加上公司啲前輩嘅教導，我哋好快就追上咗其他同事嘅進度啦。會叫我去做一啲微信嘅軟文。可以喺酒店食住早餐，望住個 Apps， 咁我就可以計翻時間落去，咁我就啱啱好可以有工交咗。好開心可以透過呢個計劃識到好多新嘅朋友啦。粵港暑期實習計劃中山2016已經展開，50間企業，210個崗位，更多更好嘅機會喺度等你嚟揀。報名辦法，你可以登錄招聘 CEO 接班人2016網頁，即以下網址，按提示操作就可以㗎喇。